123。上帝伫伊的圣地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着亮真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要用心灵甲信心敬拜伊。咱三个来吟诗，信诗第170首，信诗第170首，请咱大家大声唱歌，请掠目远山。外邦人对何来？外邦人对调花来。伊是创造你月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踹，保守你的脚无拄着。保守你的是摇花。摇花你的正面出
你，免是归了我你，摇花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要保守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摇花，伊保守你。对即是到永远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怜悯大贪官的慈悲，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保守阮的平安，互阮会当安然平静伫你的面前敬拜你。感谢你满足阮的诚心，也感谢你成做阮生活中的教师，感谢你成做阮生命中的光，互阮会当成做别人生命中的光。阮除了满满的感谢，阮更加要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求你赦免阮小信的罪。有时阮毋敢伫个未信者的面前，承认阮基督徒的身份，阮惊互人放大来检查阮的言语甲行为，阮犹原对家己的软弱来找理由，阮闪避主的教示。我毋敢勇敢来面对这个世界。主你讲，若伫咧众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嘛会伫咧天父的面前来承认伊。主啊，求你赐阮信心甲勇气，知影你是赢过世间一切的。你若辛苦你的人，无必变少。你互阮的平安、喜乐、满足甲头目。是阮家己向世间一切人大声来见证的。我要学努力，我要见证你，我要伫个世间分别做事，直到主你过来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到现在用圣经的话，记载伫个路加福音22章54到52节。因就掠伊带伊去，带伊伫这石头的厝。彼得远缀伊，人伫行里起火，三角一坐。彼得也坐伫伊中间，有一个女婢看见伊向火光即坐，主甲看伊讲，这个人嘛是伊做阵的。伊毋认讲。有个人啊，我毋捌伊，煞拉久，搁一人看伊讲，你嘛是伊的人。彼得讲，人啊，我毋是。过半时久，搁一人出来讲，这人真正甲伊做阵，因为伊也是加利利人。若是彼得讲，人啊，你所讲的我毋知，要你讲的是假迄电机。主回头看彼得，彼得就记得主的话，有怎样甲伊讲，遐你家己的内心，你要三界毋认得我，伊就出去外面断地哭。这是咱请大师班来献诗。平安节，愿你平安。今仔日的经文，大家应该认识。大家有发觉到，最近牧师咧分享的，拢是耶稣咧受难以前的经文。其实真侪人拢会对这个经文搁伫迄个受难主以前咧讲，但是对牧师来讲，我甲大家分享的讲，咱的信仰是一个反省的信仰。是一个，特别是咱台湾基督教，咱是一个一直在变化。所谓变化，是讲你人的变化，是咱的信仰对咱的显化，对咱的时代的变化。所以，牧师即阵我用即个受难前的经文来大家分享，就是因为咱后个月是圣诞节，圣诞节咱牧师其实讲咱。
是伫现在这期以前在准备新在亚基驻的干线来的。伊驻的干线之前，咱就要去思考，伊心理上是叫做受难、受苦的耶稣。咱还是去思考说，耶稣为什么要干线来到这个世界？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耶稣为什么要干线来这个世界？伊是神，伊当然嘛知讲来遮要创啥，所以牧师顶一摆有讲，耶稣伊知，伊也有为即个问题站出来，甲上帝讲，但是伊如果讲不是照我的意思，但是照你的意思。我知大家听有讲，伊即个信仰的即个重点地方是咧甲咱讲啥？耶稣知影伊要出世，知伊要受苦，但是伊有关系出世。顶一摆牧师伫讲道的内容内面有提讲到一个人，伊即个礼拜，牧师嘛要用即个人的信心来做一个开始。咱知影，伫最后的暗战中间，耶稣已经有过，这个运动可能会断倒。暗战了后，耶稣讲，彼得第3摆无认主。曲起的时阵，彼得伊煞嘴就传讲，伊愿意做伙死，嘛绝对袂去无认主。其他的运动嘛拢就传足成中的，伊一定要不对主。但是最后的结局是啥物？相信听这应该拢知影。讲真正的，彼得的失败，这个事情是足值得咱来思考。跟这个时代，跟咱目前都有关系。咱来看，彼得有甲耶稣讲，就是所有的人拢背叛，所有的人拢离开，所有人拢放杀你。我彼得绝对袂离开你，哦，足勇敢，足勇敢讲一句话，但是到落尾呢，彼得失败。所以顶一摆牧师嘛有讲，咱大家拄来的，牧师搁再要提醒一摆，咱好好想看觅，咱是毋是原来有甲彼得共款的心态？咱要决定接受耶稣做咱一世人的主，也是讲当咱受洗礼以前，咱捌誓约讲，要一世人分对主，也要带领他来受主，也要顺服主，成做咱一世人的基督。也是讲，当咱接受一份职务，咱讲出讲，我愿意。即句话，牧师昨有刚随着去罗顶参加迄个咱教会青年教会三个牧师会的聚会，嘛是听即句讲是我愿意。所以昨日迄个说讲道的时阵，我是来感慨，我毋是讲去三个牧师会，我是咧家己反省我家己，我当初细汉时细个感觉袂记来，小时细个我袂记，但是当我咧穿即束衫以前，伫教会头前遮，嘛是讲个人我有做着，我昨伫迄个咱教会时阵，我一直咧思考即个问题。甚至有当某一个职务的时阵，咱有讲是，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下服，我要尽上大本分。但是却有时拄着挫折，受着人的辜负，面对伤心受气环境的时阵，做着你讲，咱会去放弃，咱会去冒险，甚至不但离开耶稣基督，袂记所有的誓约，甚至就算咱早前捌甲耶稣基督做伙行天路，迄种心态，但是常认为只有彼得会发生即款代志嘛？其实，伫咱生存伫即个充满自私、自利的世界，撒旦魔鬼时常讲引诱咱，爱咱认为咱应该爱守的本分。
咱时常无做无小心的，亲像彼得共款，敢毋是呢？当咱时常讲咱有勇气、有信心、有坚强的信仰，但是当咱拄着信仰上的滑倒，甚至于教会拄着打击，甚至受着挫折，咱足容易将一切归于别人。更较惨的就是，比如讲上帝啊，你哪会无我，是伫咧怨叹，甚至无想要来杀，是讲啊，无你趁够，互你做就好，我当听看。啊，你拢莫失败，你若失败，我要甲你笑。那这，安尼拢是无正确的。若是有人欺负你、辜负你，当然，咱的基督教是一个听，是一个原谅，是一个接纳的宗教。主教是咱的基督有讲要做清楚，咱要祈求主赦免咱的过犯，但是上重要是所接你讲的，就是安讲赦免咱当中亲像我也赦免过我的人。而且你阿免无？阿免。绝对唔通下心批评。虽然咱的主嘛有赦免接纳伊，但是嘛是失败。而且你是信主的一个，信主要有信心。不管你拄着啥物试探，绝对唔通袂记。迄个起初的事虽然重要，但是你安怎维持落去，这才是你的信仰的根基。马太福音17章20节安尼写，耶稣甲伊讲，是为着恁的小事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事，亲像一粒挂彩子，你就要甲即个山讲，对遮山去遮，也要煞去。搁你咧要无一项话，就是讲你大项话，你若要死死，大项话就是甲即个山过遐，山头。啊，真做成好。至诚至主的主上帝，愿一切荣耀归乎你，也愿平安归于敬畏你的人。我伫这个世间，乃是奉着你的旨意来活，也就是要互人对我的身躯德权看到你的形象。感谢你，互我有这个机会，也互我有尽力来接受。虽然我的意志思想是软弱，却我确信我是属于你名你的名的百姓。你的确会伫我信的时阵，显出你的正，来指引我行正确的路。主啊，你总是会快快事情，一摆又一摆留有机会互我。我会当伫失败中间得到大事，要唤醒阮心内迄个悔改的心来维护你。我若要为着遐个我伫失败中间以为你的人来祈祷，也要为着误解你的人以求你的接纳，祈求阮也当接纳辜负误解阮的人。我伫多时，伊都拢是用做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要这咱是阮但是咱来看经文的这个背景，好，咱若要看圣经，顶一摆老师嘛，甲大家讲要看圣经，你上好是爱先了解经文的背景。安尼看起，你若知影经文的背景，了后你对这个圣经才变更较了解。较袂讲像有个人咧引用圣经，拢会产生一个误解，叫做断章取义，就是讲啊圣经咧安尼讲，咧安尼讲，你看字面上讲对，但是你句圣经的经文，无一定就是咧讲，咧指讲你所讲的代志。这个经文有上下，这个上去下去，这是一个串联性。所以咱看圣经上惊就是安尼，那安尼有时咱就去误解圣经的意思，误解圣经的意思。所以咱嘛是爱来先看这个经文的背景。这几礼拜咱拢有当看到。迄个端过节，端过节嘛是叫做犹大节。这个节日以前，咱看犹大知影耶稣一生咧接受互人钉死的这条路，犹大知影，所以伊是讲伊军队
耶稣想要建立地上以赛亚王国的一个梦的特例，所以当撒旦进入犹太的心的时阵，伊私底下犹太所私底下去甲祭司头，搁甲其他同事官算参详，讲要怎样将耶稣交互伊。最后，咱知影圣经记载讲，遮个人，遮祭司头互犹太30年米啊，犹太英军讲要找机会对耶稣交互伊。所以耶稣甲门徒在食过一个暗餐的时阵，耶稣足直接甲门徒讲：恁中间有人要出卖我。甚至指出讲犹太就是要出卖伊个人，但是咱看卖犹太伊永远出卖耶稣。即个最后暗餐了后，当耶稣带门徒去到克西马尼，伊迄落时阵，犹太带人来掠耶稣，而且犹太搁用手喙做一个记号，指出讲对就是耶稣。当伊指出来了后，即个祭司头路国甲遮丁仔就去甲耶稣甲掠。迄个就是彼得，咱准吼即个角色，彼得足勇敢地倒将即个祭司头的一个路国的影写掉。但是咱看耶稣会接纳耶稣伫记载200大福音26章47到64节即个故事，就写讲耶稣最后要行一个事情，就是将祭司头的路国，祭司头的路国的影要接落来。哦，这嘛是。颠覆一寡人的习惯，但是耶稣真正有掠了后，这门徒拢四散，甚至有一个门徒连衫拢袂付穿，就已经选去。故事起因人就是煞接落是安尼形容讲，彼得真上是上大胆，伊就是讲上迄个义气的一个门徒，伊就看到。耶稣用掠伊个对人咧甲对，嘛对去到即个祭司头处，甚至伊个比见人的中间，想要看即个代志，尾后有啥物发展？即个就是今仔日咱经文的故事的背景。线接就是要进入即个故事的内容。首先来看，耶稣受尽侮辱的一个过程，耶稣的人。将耶稣带到祭司头，大亚法迄个所在，遮警察到处甲经过指定遐处置。即个祭司头甲监督公会咧找假的地证，要来控诉耶稣，要爱杀死耶稣，但是拢找袂到真正的证据。祭司头听起来对耶稣讲：安尼就你是上帝囝吗？耶稣对伊讲：你讲我就是。大祭司就拆破衫，不证人讲伊讲出无实在的话，咱无需要搁去找假证。你逐个有听见嘛？安尼，我要问恁，恁的意见是安怎？这个证人吼，就是包括这个警察教师啊，这同会这人讲，伊是该死的，但证实的，伊是该死的证实的，然后伊个。退喙烂，耶稣的面，搁有人用拳头斧拍，有人用手甲扒，看守耶稣遮囡仔，甚至甲死人甲拍，搁对伊头壳，搁对伊头壳用物件敲面，对伊落手甲敲面，甲就讲，你若是神机，你甲我讲到底是啥甲你拍？就足多侮辱的话咧对耶稣，足逼迫。参遮的平安中间也会含糊。耶稣是怎样受着人侮辱，互人拍？彼得讲看唔简单，看他安尼人要讲敢若安尼爱爸叫母啦吼，拼到要死啊！吼，所以说着就是要来看彼得3摆无认主的这个事件。今仔牧师就甲咱咧讲故事，搁再来逐个提这一摆，耶稣当时以前一部给咱先来思考。咱来看，彼得3摆无认主。彼
比定比伫遮人中安尼学过时，有一个女士看到比定坐伫遮个花园的边仔，就主要甲看讲，即个人嘛是甲伊做阵的。比定无实际讲，有一人啊，我唔来，啊一点仔久，佫一人看到比定讲，啊你嘛是伊个人，比定讲人啊，我毋是，我开始咧否认啊，你讲到遮你敢是着？伊你个身躯感觉发生过即个代志，叫了过差不多，对咱现代人讲，把迄个时间换算落去，当初个时间，较早时间嘛，即马时间算法无共款，哦，较早一年是10个月啦，即马时间12个月，算法无共款，所以按照改革家咧讲，迄个时阵差不多1点钟左右啦，哦，1点钟左右，佫有一个人出来讲。即个人真正是甲伊斗阵的，伊嘛是家己人。比如讲，人啊，你所讲啥物我拢毋知，你咧讲啥我毋知。哦，要我咧讲时，无得过来啊。你就要咧讲新妇的时阵，假饲咯。咱的主源头看比较苦的咱是主有来讲。今仔日假饲的大小，你买3摆无如我，当比着听到即句话时，比着就出去外口，大声啼哭，我有人讲，比着迄是不是见笑，也是讲，忽然间来插伊个心，伊煞走出大声，爱你注意，而且有一个足神圣的一个交接点。这个镜头有一个交接点，就是讲主有过身看到比着迄个时阵，跟比着迄个30迄个所在。首先，牧师要讲团契这两个字互人本的圣经观念，所以讲彼此交接、彼此交配、彼此沟通，做伙领受，同心合意，同欢喜，同享受，做同伴，互相供应，互相帮忙。建立团契关系，就是要做伙享受团契迄种亲密的关系。但是要享受的关系，当然是需要时间。但是某一寡特别的条件中间，哦，看一人两久，还是讲同多3年，这会当建立产生非常亲密的团契关系。这是就是咧指迄个得耶稣原心看比着是迄个小食迄个。有产生关系，产生无共款的关系，这就是比个3摆无地主的一个最关键的所在。哦，人甲人对象，哦，有人咧讲笑，就敢若讲一个查甫甲一个查囡仔，拄看到迄叫啥？拄看到人讲是讲叫啥？一见钟情啊！哦，有几个例咱来看卖，创世纪。阿当伊在困的时，伊对困的时，中间忽然间醒来，发觉到伊的囡仔有淡薄仔咧疼，怪的感觉。哦，但是当伊看到讲徛伫伊的头前一个感觉是无啥共款的人，迄种头一眼就是讲我对着，所以安尼阿当叫即个人叫做查某人，前摆伊是。骨内的骨，肉内的肉，迄种亲密的关系，忽然间啪一下，安尼就电着安尼，哦，一见钟情安尼。即款的关系是大年时阵，都连接到大年这个菜。甚至摩西慢慢求叫上帝讲，求你互我看见你的眼光，但是上帝讲，我要互我以色列人经过你的面前，佮讲。你袂看到我，因为无人会看到我，要我咧活。意思就是讲，无人看到上帝，看到上帝会看。哦，啊，我要甲你提哦，就换行内面，哦，就内面，用我的手加你，先互我过。无要互摩西直接看，然后我要去我的手倒过来，哦，就是我要互摩西看到。上帝的声，伊因为讲，你会看到我的大只名，
但是你袂看到我。圣经无记载摩西看到上帝较少，但是什么问题都无讲啊。但是其实咱知影上帝是无形影，无形影，互咱看袂到。所以无形影毋是讲上帝无影，上帝是有个，但是咱看袂到，咱看袂到。所以当然看袂到讲什么你若是讲靠啥，这是解经家所讲，但是当摩西亲目睭看到上帝的旨意，甲应用的时阵，照这经文咧讲，就讲摩西伊看到上帝的应用，迄种是足神圣的迄种衫，嘛是种足亲密的一种团体的关系。另外，咱嘛当去看到讲以利亚伫别是巴控亚的一个高点高点树，迄个时阵，以利亚伫高点树，他要死，上帝的几载，搁到互以利亚赢40日，赢去到高地山，以利亚徛在山顶，用伊的衫对以利亚按了的。上帝对伊头前定位，就是讲伊袂当靠上帝，上帝对伊头前定位，用伊个衫，伊个面甲卡，甲伊面甲。上帝对伊面前定位，有大个头的风，山北地理，风了后有地动了有火。伊个感受就是安尼，因为伊无看上帝家己看，伊就感受讲有大个头的风，山北地理。风了后，地动了火，上帝却无伫火内面。但是当这火了后，有足细的声在讲话，上帝对以利亚讲话。即种就是一种点仔叫的衫对话，这嘛是一种非常神圣的衫，这嘛是一种亲密的观念。咱若要看这个足精彩故事，咱通去看《列王记上》。19章第30到第40章，这个故事其实是伫咱的圣经内面嘛是足特别的一个故事。上帝无要互看，所以伊利亚经过是看，但是伊有感受到，有感受风啊、迄个地震啊、火啊，但是伊对上帝伊是看的是感受。等下看今仔日所描述的，当彼得足赢时阵，足庄着3摆无年主，加持主或过身看彼得出头头，这嘛是一种足神圣的一种衫，这嘛是讲一种足亲密的团结一个象征。当耶稣或过身看彼得，迄种眼光会是啥款眼光呢？敢是正面呢？敢是咧怪罪呢？敢是咧骗人呢？敢是艰苦的眼光嘛？咱会当相信绝对是。如果是安尼，圣经嘛就记载讲，如果是耶稣是指着彼得，圣经嘛就记载讲耶稣搁再互迄个彼得搁3摆做大责任交互彼得。你3摆彼得的责任就讲甲彼得讲，你目中来，我爱你。就是讲耶稣伊原谅，伊嘛是去接纳彼得。咱相信耶稣过身来看彼得，迄种眼光，就是正面，迄种眼光是一种接纳，是一种用解，是一种安慰，是一种鼓励的眼光。耶稣眼光甲彼得30尾是一种上面足神圣的团结的连结。彼得耶稣接纳、用解、安慰、鼓励的眼光中间。所家己感觉讲，袂甘伊所彼得出伊的指头，去透过伊心内迄种赢赢、迄种反悔、迄种忧伤的心。耶稣甲彼得中间迄种关系是圣经内面足特别的一种团结关系，这种团结关系是足亲密的，这种关系足亲密的。所以我知讲，伫你一生中间当去甲主相处。
我是讲你看上，我因为咱会伫生活中间真侪时阵会感受着讲主，咱啊伫我身边，你感受着迄个你一点仔久，也是我可能感种，毋知你感受是啥款。伊就无意识到伊已经3摆落地，直到伊听到假皮就拜了，他忽然间感觉讲，伊做出无应该的代志。所以，弟兄兄弟，咱是毋是换啊捌做一寡无应该代志？咱敢是换捌为着家己的苦，咱煞来违背上帝之意，为着是咱的信仰价值观，违背着咱的公义的上帝。伫咱的圣经会解说，足侪所在是因为时代无同，神学家伊家己本身学习的圣经的内容无同，所以解说出来。做侪改变无共款，牧师我甲大家分享过，我庄牧师，我的信仰就是完全伫圣经，我的信仰是一个实践神学，实践的信仰，信仰就是我所敬拜的信仰，比我的身份典范是活用的，是用力，做事当典范用力，做侪所在是种实践的，实践的信仰，我真正你要。叫我讲叫我讲，牧师咱两个做伙来讨论即个圣经内面安怎啦？我会感觉迄我是一个负担，因为我的心态，我的即个伫圣经内面，我是重复在我的生命当中的。每一个牧师，每一个牧者，伊对圣经的时代，伊拢是无共款。有人是我咧实践神学，有人是伫迄个研究。有人是足侪款无共款，有人是教导的，专门咧教人圣经的，拢无共款。但是伊只个无共款中间，也才对有的圣经伊的解释会无讲非常大，或是结构无共款，伊的字法无共款。每一人拢是做特殊的个体，每一个上帝创造每一人，每一人的思考拢无共款。但是一个上重要，咱的信仰，伊个生活标杆。对你有帮助，这个是你的信仰。咱的上帝对你有关顾你，这个是你的信仰。所以咱做着足侪代志，有当时会互咱看到，但是咱着爱伫咱的信仰顶悬，咱做咱的反省。大家有看到无数张有透过讲，即个伫乌克兰有一个咱台湾少年伫遐过世，迄个是。咱即个基督教会主权教会，咱的毛主义教会一个前辈，下早我看伊个牧师做少年的嘛，伊牧师做少年，第个阮大家讲安尼，伊咧陪伴家属去到乌克兰，伊家属咧甲讲希望牧师能陪到乌克兰，我咧看大家可以讲伊应该。你是一个足大的支撑，咱况且咱安尼讨论讲，即个囡仔伫乌克兰所做安怎我相信会简单无啥物关系，每一人的理念无共款，你国民党、你民进党、你啥物党咧，我感觉对我讲咧，大家你偏甲无共款，你会坚持，但是即个囡仔伫遐战争。毋是为着啥物伊为着公义，为着公义。我即个我是毋知讲，迄是会使我发个讯息大家拢咧，大家牧者拢来讲伊着，我是我毋知讲伊有认识无去，但是我知讲伊是足重要，伊就是一种教会青年，迄个是教会青年，家己中间迄种足密切的一种团结的关系，迄种无共款的是。家己厝内面因为咱拢知影，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家己厝内面拄着即个代志，所以即种价值观非常重要。当咱拄着代志像迄个毕竟安尼是毋知讲咱会伫咱的信仰顶悬，一再练习配合，因为即个乌克兰，咱台湾即个青年，去伫遐，我相信咱嘛做这样批评，
嘛是做这人个，结果迄时阵无共讲啊，我拢毋知我啥人连遮动画加工，这是我想得出来，但是我尾仔我毋爱甲思考，因为我像我拄才你讲，每一个徛角度无共款，逐个拢对，因为无人讲我对对，唯一是我都咱有一工去到主的面前时，迄个时间才知我代志，你做是对还是毋对，一切代志拢交到主。所以无啥物，这个世界上无啥物对是咱人去判断。只要你家己感觉对，然后按照圣经去做。顶摆较早无想咧讲咱基督教同款的宗教无共款，咱毋是可能做好，咱是可能做唔对。但是我顶摆无想讲，但是这个对有一个标准，就是按照圣经去做来讲代志。圣经安怎讲，就是看你的角度，伫徛的所在。每一个人有一天拢爱去面对审判台，每一个人所讲的每一句代志，拢是你爱交代，毋是对我交代，毋是对啥物交代，是爱对主交代。当比较的代志，互咱的信徒，的时阵，上帝。作用就开始啦。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拄着足侪代志违反上帝时，上帝嘛为着上帝的主义，会互咱时常会互咱听着假理去。只是我毋知你有听着，上帝有时会提醒咱，用假理像比较咱用假理去来提醒，提醒我毋通离开主，爱迫切需要主的恩典转来。来引带，继续互咱伫即个稳定的中间。咱就看彼得虽然3摆无离主，但是彼得的挫败并无互失去救恩。是安怎讲呢？约翰福音21章第记载，这个彼得领受着耶稣的救恩来反对，伊的信心顶，这个信心搁再一直伫发生，而且搁一摆受着呼召，继续为主来做主的工。那这牧师要先问你，你敢是捌听过假题的声呢？如果这个假题的声是咧甲你提醒，你敢会去思考，你到底做啥物代志？假题的声是足特殊的。咱若摆去用迄个信用顶款的，这个比着这个假题的声，咱普通声，有咧较足安静的假题的时，咱是感觉啥物？咧提醒你啥物？天光啊！咱按照一般来讲，当然假题即摆即个时代无一定是天光啊，但是较早时代就讲假题就是天光，就是做事人就是注意咧来做工作，要开历史是3点4点，所以即个假题即个是足特殊的，是所提醒。咱来看讲，主要所伫主题以前，比着上尾啊机会，就是即个假题。但是比着死去信心的时阵，遇到主上比较的关系。有真侪人失败了后，无法度行的，是讲对咱是无得到肯定的支持。就是因为这3摆可能互比着坚持，等于到主的时阵，所以咱知影，咱若要鼓励同学讲的对咱，除了是咱有机会了后，咱就一定爱互家鼓励。来肯定，这是绝对是需要的。比着经文内面，比着3摆无离主，会带来互咱啥物款的意义？牧师简单到伫咧来甲大家提醒讲，当咱看到这经文，互你到底是啥物款的意义？牧师咧准备咱聊天的时阵，咱就是讲爱亲自到这个经文来，无咱看这个经文，伊是就敢若豆腐共款，就敢若豆腐共款。是安怎？即个新人伊要有一个宗教教育系，较早有啥物迄个幼教系，就是要互咱知影讲，咱咧看一个圣经，要甲人教圣经时，毋是着照圣经安尼去念，是解说圣经安尼，咱大家拢会啦。迄新人伊所
看的是看圣经、读圣经、了解圣经要人教的时阵，毋是咧讲经管安尼，真少是人毕业的，只要咧人教圣经故事，照经管安尼来念，然后即看啊，来照啊，人无安尼，拢是咧讲即个圣经伊背后是咧讲啥物，伊对你有啥物影响？这就是无共款的所在，无共款的所在。所以咱来讲，你第三摆无认主，带来互咱啥物意义？必定是单单个是一个下面人啊，而且因为这个下面了后，伊都足多的这个题目。咱每一个嘛是共款，咱是干那要爱求上帝的下面人。伫教会内面，咱嘛是受到真多足重要的责任。咱会晓做这个代志，毋是因为咱做老的，就是因为上帝有咧。如果咱面对咱厝内面的人，若是讲教会咱是怎款，咱都爱尽力互相，咱互相相信对方，互相相信对方。因为伫教会内面，上惊就是讲无合一，所以教会足侪圣经拢是咧讲咱要合一，咱要团结。团结就是团契，就是它合一的意思是差不多的。要合一，有一个足大的关键就是爱互相接纳、互相相信。毕竟这个信仰并无讲到讲负面，咱会当最终咱会当做咱坚持咱的信仰上根本的足个原因。互咱伫信心顶悬，活倒是咱会当坚持过来行。咱也知讲，咱是有力量的。咱是有力量，所以牧师直接要提出两个重点，伫咱四个所在。第一个就是，这个故事上实在所在，就是要将人的失败，或者是中等者的一方面来写出来。互咱看到圣经比这个事件，咱会当试试看，敢若看到咱家己的软弱，看到比这无认主，咱嘛是会当提出来讲，有一天检采，咱嘛是安尼。慢慢讲有一天，检采咱即摆就是咧做这个代志。咱想看觅，敢是咱嘛是咧安尼？伫咱咧工作的时阵，咱无话去表明讲咱的信仰，有影伊做工人，咱讲伊是基督徒，也用信。甚至讲伫外口食饭的时阵，干脆对食堂一个伊都嘛信起来。做惊讲我要车入去餐厅后，我伫遐遇到做惊囝讲无即个人是做啥物？你食饭甲你对付，也是讲知影足侪无效基督教的价值观的代志嘛去做。更较惨的就是讲，教会内面的活动也是属当无用属基督信仰的方式。有当时上听着讲无效信仰的原则，当来讲伊都足无效。咱会当看到最近这个万圣节的事情，万圣节是啥？万圣节严格讲啊，毋是咱基督宗教该去做的，该去参与万圣节。所以伫牧师的伫我的信仰反省来讲，我是较反对这个，但是即摆若是叫我们做这个安尼做，我拢。知影讲，但是我无愿意去甲伊支持，因为我感觉讲，现在伊行伊的办法，但是伊万圣节真正意义重大，应该毋是咱即个宗教所应该来处理的代志。足多某人为着要抢牌、趁钱，去学别人去游明白，饮酒啦、应酬啦，有去无正当的场所啦，骗骗的时候请小姐来跳一段奇怪怪的舞，这是咱的社会。这个是咱基督徒无去好好去思考，足侪时阵有通看到，有敢若比较接本正物件，咱嘛是安尼，人足短少的，但是上要紧的就是爱知影去理解。可能有人慢慢靠可能爱改变，但是你现在是讲不要紧啊，讲原本的听讲就是安尼，但是爱去，当比较可能。无要认耶稣了后，看到耶稣目瞪心，注意去看，伊就要创啥物？毕竟伊就随时就撞水外口，大声啼哭，这个是一种提醒，就是一种悔改，也是一种感谢。第二，伫
任何时阵，若有人悔改，拢是咱的上帝所欢喜。伫经文内面，咱会当体会一点，只要有人悔改，咱来知这拢是上帝所欢喜。规本的圣经拢在讲，有多个人悔改，的确会得到上帝的怜悯接纳，一定上帝差派伊的牧师圣经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，就是要爱呼召人去做悔改，再来到上帝。讲到这，咱大家就知影讲，为什么牧师要伫圣诞节之前是讲到耶稣时代？这是讲非常非常大的原因。耶稣基督是为了要人悔改，伊行世界的路。今仔日的教会是第三做一个机会，更较深来讲，就是要宣扬悔改事情。咱的基督信仰一个足大的。就是讲安悔改事情，这嘛是基督教会存在的足大使命。咱教会存在是要为着大家相知，是要为着彼此看见悔改。无论教会伫啥物所在，伫啥物时代，教会的宣告使命就是要传播悔改的信息。咱伫圣经内面种侪所在，嘛是安尼咧安尼讲，都有记载。我要传的，就是要传悔改的信息。但是只有一款的教会，才是上帝上大的教会。所以，落尾咱嘛要来思考，咱今仔日的信仰方式，咱今仔信仰方式就是无故意的接到甲下面，这个地方爱人甲人中间的种亲密的关系，需要无价值、无条件来互相接纳。圣经中间比较虽然比对着耶稣的面，无要是耶稣，伊是真早耶稣而已经。所以，当耶稣嘛当时靠比的时，迄种表达出来，正正就是一种无阻碍、无条件接纳。耶稣就已经知讲，伊袂是我，但是耶稣嘛是活当时过来看者。所以，当比较出去提头时，这嘛是一种伊无价值、无条件接纳中间的一种讨论，而且。是一种彼此鼓励的一种环境。彼得讲，本只是作对耶稣王也是伊作的是对，确定这神圣的一种环境更较耶稣三倍。虽然彼得认为耶稣是为这是头的出去大声之后，但是彼得却因为无受到无阻碍、无条件接纳。有机会进入甲耶稣中间种无故的一种关系，所以，当这当咱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检查咱来对着咱正时，离开主的时阵，咱一定要确实，主耶稣嘛是用真心甲咱看，用相当、用爱、用安慰、用鼓励咱讲大家来安看。如果你人问你嘛当去找一个所在来思考啊。但是，你绝对唔通就说耶稣，佮再一摆要甲你接纳，佮再一摆要甲你安慰，佮再一摆要甲你鼓励。彼得受到教会上帝爱的经文中间，咱看到一个，家己是已经会为着耶稣坚持落去啦。结果无亲像伊所讲的，所以咱按深深思考。如果咱若无完全思考出，咱思考咧咱的环境，真容易会甲咱拍歹。经文所记载，咱看见耶稣遮亲密的门徒嘛无例外，何况是咱？圣经讲足侪咱讲，何况是恁小事的人。在座遐这，刚才咱有人嘛要体会这种感受，因为咱遮人中间可能有人嘛经历过类似的代志。实际上，整个的彼得的事件，重点是基督徒生命见证重要关键。特别是爱知影讲，教会的生活目标是要从已经受伤的人，做好个较艰苦。教会的生活目标是要互受伤的人，得到互伊所受的心灵的艰苦，当做恢复健康。咱如果继续甲经文，其他经文看落去，咱会当看到，虽然彼得经历着人生上大失败，但是这样受到中头丝来得胜，
这种顶头时的作品，会当成功是耶稣最后赐我下面，而且较实，这是做大对咱来学习的一个功课，咱做伙来记得。阿门，阿门。请我的天父上帝，我诚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知你是创造的，你也是修饰的，是我的方向，也是我的追求。更加重要的是，你是我受引诱的时阵，创是我本是自由的时阵的一个艺术家。透过你时常透过你的话的回忆，但是讲透过别人来看见我，互我无这个期待。你嘛是赦免我，只求我脱离邪恶、错误的路的人。但伊求你透过今仔日的天时，过来教示我哋，才我鼓舞我的人，互你的车到本地对我一世人。也互你的道，甲你的领导，即个美丽的台湾都市，特别是我的台湾，目前对内对外都受到真多的侵扰。因你小事，我勇于来面对，特别是互我用听来面对这个世界，因为讲、观念、言论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各位兄弟大家安。各位大学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记载第4篇70篇80。第一和二本，咱做伙来读一下，请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高敬爱，你的律法是我的心内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高敬爱，你的律法是我的心内。和本，我们一起来练2遍。我的上帝啊，我乐意照着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。我的上帝啊，我乐意照着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第一回分的书刚分享。